您放心放心，旁边还有人嘛，我能做出什么事情来？不是啦，我要吃什么啊？哎，真的好香哈！啊，没有带钱，改天再来捧场好了，改天再吃啦。啊，我最欣赏就是像你这样的人，有带钱就有带钱，没带就没带，对不对？没有钱是又不是丢人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是有一点饿，可是不好意思给你。有一点饿，千万不要饿到。俗语说得好，人是铁，饭是钢啊。人是铁，怎么可以随便饿到？哎，你冲啥的啊？哎，这个听到那一样摇摇，什么一样喵喵，对不对？这位先生就知道我的为人了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你等一下，我马上弄一点东西来给你吃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带钱呐。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山不转路转嘛，总有一天我们会碰到。地球是圆的嘛，啊，对不对？涛哥啊，既然这样子，我好像对你很陌生呢。我今日在熟悉你啊。哦，你这个人八等有够快。开玩笑，我这个人是一点就通啊。都在你讲起来，我就感觉，我这个人最人的态度，实在是水盖过来。哎，好，小姐，晚上如果没地方住呢，我那房间还有空房子啊。修哎啊，哎，小张啊，哎，你到底贵姓啊？小费啊，小费要多给一点啊。来，我跟你说，你是我这一家的常客，在我这个面摊子里面，你可以看到人间百态啊那，因为你单身汉一个人啊，又没有孩子，又没有太太的，我每次看到你就好像看到我儿子一样的。小张。不是我讲，我一定要看到你好好的吃2口我才走，哎，不然人家以为我这里的面不能吃啊，对不对？小张，你这样就不够意思了。小张，你这样看起来好像蛔虫一样的，怎么行呢？是不是？哎，你不要怕，我这边1年呢，最多只发生8起中毒案件。你跟我来讲哈。哦，有人起来了。好，还有一个唔惊死的要来。台北阴夜阴清清，遥一片的乌鸦影，路边。招牌像是你风顶，照我无奈的心情。老热的假期，为怎样找无你？路顶也拢无看见，月亮也拢无消息。我所比情，台北今夜冷清清。吼，安尼都找几步啊，自己嘛报安尼啊，找几步拢找无啦。吼，安尼我行到安尼骹酸手软，安尼行到酸甲。吼，但是讲啊，腹肚有够枵诶。哦，咱我真正我。哇，嘿，头呀，你是要扯上？要扯上啊？哎，安那，你是迄个台北足出名迄个何秋的吗？啊，对啦，有人拢叫我何秋的哈。就何秋长的，我知啦。啊？什么？何秋长的吗？是何秋长的啊？有人叫我老长的，无唔对啦。老张担担面啊。你是讲啥？听讲恁台北这一间讲食青蛙免钱，是咪恁这间？哎呦，拜托了，食青蛙就免钱哦。迄是卖卤肉饭的啦，我这是老张担担面。安尼哦。啊来食是客啊，请坐。好啦，这恁这物件俗啊贵啊，真俗这面单那当然嘛真俗。迄个牛肉面一碗偌济？牛肉面我这边是别位是卖800，我63人俩啊。牛肉面呀，好了，有迄个做阳春面无？啊，你别讲阳春面啦，阳春面
50块。啊，得，啊，还有别项无？阳春面呀，无啦，无。我来点一个较实在，迄个水饺。水饺较实在。哦，食水饺袂歹。哈，你要问啥？水饺啊，迄个我炒。阮这边水饺一粒3块。啊，3块。对。安尼无我来30粒啦。30粒。嘿嘿，我这边水饺保证你食到真欢喜。有影。请坐。30粒。得，但是我30粒是敢若汤就好啊。哦，用30粒水饺落去煮，愈汤，啊，吸迄个汤来食。对，较汤。啊，你若要破去，滴落遐也袂要紧啊，你若。我看安尼可能无啥物味哦，哈，无煮80粒，迄款汤较好食。你是来食我的豆腐啊？无你来食面啊？无啦，我无啦，安尼无你台湾汤就好啊啦。我是讲啉的较实在。是安怎？哦，我对身躯都啊，我都照顾较侪啊！你这个人安尼足奇怪的，无早前出来食物件，早无够遐。系啦，差不多早几粒的钱。头个我只有10块会当食迄个。10块会使食3粒半啦。完了。啊，我另外一半要卖给什么人哈？你这个人安尼足奇怪，你是在闹的是嘛？无啦，我这个。你不是你是你要创啥？我要食，我是要。你唔知影食物件爱摕钱来买，你唔知影？我知啦，是不是？对，你这咧讲惊到是，你是出外人呀？对啦。你都会讲来台北？我就装卡来啦。要来找朋友呢。啊，找朋友就去找朋友，不要在这里，在这里找蛋，好不好？找朋友就找朋友嘛，你去找你朋友请你吃饭就好了嘛。因为你之前是做生意的，你一看你就出外人对吧？啊，出外人再说出来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对吧？虽然讲萍水相逢，你这做面当啊和气生财，对吧？这个小张啊，袂歹，伊这个人心肝头算讲真软的咧。哦，你是出外找朋友啊？对啦。哦，安尼行到下来的时阵，巴肚就咧枵啊。对啦，对。校长，那今天他吃的你请客好吧？啊？好吧，就这样决定。那您自己先，您看着办好了，好吧？啊，我要不要吃了？你看到没有？人情冷暖。人情冷暖。我想讲，伊拔刀相助嘛是多贵的。当然嘛，安尼样呢，这个社会大家自扫门前雪。无安尼啦，头呀。好了，我看这样，我们啊，这个大家你也是年纪很轻嘛，对啦，总是要用劳力的才能换到这个啊。安尼无规矩安尼，我甲你斗做工去。啊，不是啊，我先煮来给你吃。好安尼啊。你食来再来讲，好啊，好啊，好。我咧替我安尼啊，我嘛先算，你10块银，我3粒水饺，剩1块我想办法给你切一罐卤菜给你食。安尼我这人就算袂歹。哇，这头家人是不是安尼？安尼好。啊，真理想。啊，头啊较紧呢。我随来，你两个小可开讲一下。啊，你坐啦。无啦，啊，我这头家人是袂歹啊。有当时啊，就是较咸安尼咯。哦，计较甲安尼啊，对啊，出外人爱共照顾啊。厝边头尾啊收钱是收足紧的，你袂？袂扛了，互咱过1个月月初就来收。保证内底拢是汤尔，这唔是臭蛋，要啊？你这人爱较咸啊！你从这汤从我这个葱花都无。你确定要配卤菜，你当然要爱一罐汤。我做人你放心。是，这讲完了有道理啦，卤菜较咸。就人间仙汤自来水，啊，这好。啊，哦，这都袂歹。安尼有意思啊？安尼袂歹哦。哎呀，臭蛋嘞！慢车是哈。头你是板凳。爱环境哦。尽量莫伤险。是这两盘呀？啊？嘿，请用。头诶，你这是要互相借？啊，10块银要食偌济啊？来，我这个人是安尼，我做的菜我上惊别人无咧食。你像拄则费玉清，我就是逼伊食一罐面。那无安尼人，就叫是我老张等那边去就袂食去。来，我这摆一定要看你食落去才。啊，我这个是要怎食？你比我较歹命。头用倒手我袂使。会使，倒手3.9你毋捌听过？我举倒手的。
迄两条好哩。这长个在。无啦，中大家切过来，你这是这是。这婆仔声爱拍一下。哎，袂歹啊。真轻啊，真轻啊，这都唔是河咧。但是头我啉看有味无？啉看来。哎，安娜，无咸无正，我咸正味素下太多啊，会伤到这个叫做腰子。安尼哦。啊，剩小哈，歹势哈。你这两题开始无要食？无啊。安尼剩小来10块。哈，啊，我都剩5块呢，我看10块。什么？你讲啥？你钱太早看来着。啊？我剩5几块啦，我剩。哎呦，5块银啦！啊，另外5块呢？啊，哎，安尼少年的搞来派出所。无啦。头家呢？安那死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无安尼啦。这个头家太咸了啦，我来替他付好了。我替你啦。袂使5块嘛对吧？安尼好，免。阮老母出门交代，敢做敢当，男子汉。规矩我替你来洗碗好无？替我啥？洗碗。来拄笑好无？笑人，我是唔知影你是安怎行到这个地步，但是你是来找人，对啦，你一定是较早对人无好，还是安怎？那无到那会落魄到今天这个程度来，有啦，啊都约好啊，都伊甲我报这主旨啦，讲什么伫河秋场的什么隔壁啊，我啥拢无啊。安尼你来洗碗哈，歹势。你问我当然是安尼，是要甲你来做工呢？当然嘛是安尼啊。5块银呢，5块钱要洗10个碗，好不好？麻烦你一下，让他培养成一个靠自己的一个精神啊。好了，你卖无你的代志哈，你这里食饭。好了，啊，今晚我捧你水了哈。好，哇，是无看到头家还咸5块银呢。哎呦，刚才又够是人起来啊，惊死过来。假拍谁？老板呢？不好意思，怎么跑到你面摊上唱歌了？打搅你做生意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小姐，蛋姐，小姐，哎，站长，哎呦嘞，你是经过这里啊？对呀，我要不要吃东西啊？不用了啦，谢谢。我在这里打搅你做生意，我到旁边站好了。要等人呐。哎呀，小姐，你没有关系。这个马路是大家公家的嘛。可是你在这里做生意了。哎呀，有什么关系呢？俗语说得好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嘛。很没有想到，一个小面摊的老板，真的是为人慷慨这样。哪里？我跟你讲，你还可以做一做都没关系。我可以做的。那等一下有客人来怎么办呢？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谢谢。讨别差。小姐可以给人家就赞了，身材很棒。没有啦，还好啦。人又长得很漂亮啊。谢谢啦。一个人在这里走来走去，蛮危险的，要注意啊。不会啦，这里灯火通明呐。你生意这样都有人吃面啦，我不怕啦。你要吃什么东西？我倒是蛮怕你的。没有。你放心，旁边还有人嘛，我能做出什么事情来？不是啦，我要吃什么啊？真的好香哈。没有带钱，改天再来捧场好了，改天再吃啦。我最欣赏就是像你这样的人，有带钱就有带钱，没带就没带，对不对？没有钱又不是丢人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是有一点饿，可是不好意思给你。有一点饿，千万不要饿到。俗语说得好，人是铁，饭是钢啊。人是铁，怎么可以随便饿到？你冲啥的啊？这个听到那一样摇摇，什么一样摇摇？对不对？这位先生就知道我的为人了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你等一下，我马上弄一点东西来给你吃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带钱呐。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山不转路转嘛，总有一天我们会碰到。地球是圆的嘛，对不对？头家既然这样子，我好像对你很陌生的。我今日在学识你啊。你这个人八等有够快。开玩笑，我这个人是一点就通啊。杜家你讲起来，我就感觉，我这个人最人的态度，实在是水盖过来。好，小姐，晚上如果没地方住呢？我那房间还有空房子啊，没有，我先去弄饭弄菜给你吃，好不好？谢谢了，好不好？老板呐，你不要煮那么多啦，我要点5个水饺就好了。刚刚还特别把它煮得很热啊。
这个猪头皮啊，这些肉啊，卤的不好吃的话，还请你多多指教。我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了，老板。哎呀，吃不完倒掉了没关系。小蛋嘞，那么倒掉我。哎，你干什么东西你啊？啊，你不是讲我倒掉，我不是倒腰人家还没开始吃了，你这跑出来干什么？完了。哎，老板，哎，我可以吃了。哎，你先吃，先吃。刚才是谁来？是谁呀？哎，那个是我的工友哈。啊，你公哦。来，不要客气啊。哎呦。哎，来这里找人啊。老板，我吃那么多，这样子下次要欠你那么多钱呢，这样不好。这有什么关系嘛？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来，吃一点刚的。没关系，尽量吃不完倒掉啊。老板，你都是这样子对客人吗？这一向都是如此啊。一个小小的面摊老板，为人那么诚恳，那么忠厚，开玩笑，哎，对，哎，有热哎，头下这个电话，哎，你干什么？无啦，我都吃不完倒掉。人是铁，饭是钢。人是铁，饭是钢。啊，出外靠朋友，在家呢靠父母。阿峰嘿，阿雷，干什么？啊？你干嘛？你要跟他要钱是吧？不啦。啊？老板，他怎么会在你这里？哦，刚才来收碗的就是你哦。哎，对啊。在底家了。啊，无法度，我拄则刚吃的钱无够啦。哎，你哪遐可怜啊？你们吹人都是伊啊？对啦。你们两个认识啊？伊是我的老公啦。哈？你是伊先生啊？对啊。干什么啊？你们干嘛？夫妻还金光党啊？你这家己，我都黑人边啊，我看到嘛。你也无开嘴，你家己捧出来，你这样子说回去太难看了。用你老婆用美人计来骗人吗？啊？没有啊，老板你自己要招待我的。来，阿雷到丁家，到丁家，还有没有了？再来2碗。你讲开我们的哎，真正有影啊？啊，老板呐，做人慷慨一点嘛，对不对？不要厚此薄彼嘛。阿雷，你要吃啥？头家今仔日请客嘞。我人较凊彩，我有就好啦。哎呀，老板还真看不出来，他老婆这么漂亮啊！哎，无法度啦，这吼较早细汉指白未婚的，我嘛是被逼的啊！你还是被逼的啊？你就看看你这个德性。想要白吃一点水饺，人家都不愿意给你，你还被逼。你记得不？真正生了几岁，人个心肝个袂歹，个真有分寸。无亲像你无早前就要出来共食物件呢。既然你们是夫妻一场，冲着你太太貌美的份上，我请恁食一顿好啦。有影哦。多谢大家，我拢是安尼白痴的啦。安尼啊，哎呀，欢喜就好，欢喜就好啦。